在中华丰原的汉堡村，最近有一间趴园已经真侪年的饲鸡场，经过申请要恢复饲鸡，按算到时要饲79000肉鸡，而且边仔都是人家厝，村民是做伙出来反对。不过，县府农业处讲，业者的申请一切拢有合法，会请业者甲地方来沟通。出门前，四界拢挂抗议的布条，住伫中华县丰原汉堡村的老先生实在无法接受，隔壁就要变做肉鸡场。起伫隔壁，阮住伫遮生来太近的，迄鸡吼一定拢会放屎，一定有臭味的啦。所以嘛影响到住伫海尾的遮个人，汉堡人安尼啊，所以大家拢足反对的。徛过隔壁空地尽用时间为为调咧。当地民众讲，10多年前遮北市饲鸡场饲过3万只鸡，因为真臭，一直互村民抗议，最后才结束营业。无想这轮土地卖人了后，就毋若要搁饲，而且申请要饲79000只。这些旧厂在还没有完全改善完成之后，为什么新的又要进来，或是富养的为什么要进来？这个环境跟这个空污的部分周而复始一样的一直在发生。汉堡村人口3800人，172000平方公尺的土地，今年51间畜牧场，猪、羊、牛、鸡、鸭拢有业者伫饲。村长讲，干那饲的鸡至少就22万只。村民长期受到这臭味的困扰，要求县府停止核发畜牧证。不过农业处讲，牧场业者有登记证，申请的程序一切合法。它是原本就有牧场登记了，它的那个改建的那个容许已经核过了，它的程序都是合法，所以变成说就是业者要跟地方多沟通。业者找5举办说明会，不过因为民众抗议离散会，县府立场是较中立，会请业者后续甲地方继续来协商参详。记者综合报道。